以斯帖記第2章，末底改救王嘅命。第2次招聚少女嘅時候，末底改坐喺朝門。以斯帖遵照末底改所囑咐嘅，冇將籍貫宗族話俾人知。以斯帖照末底改嘅吩咐去做，正如受佢撫養嘅時候一樣。嗰個時候，末底改坐喺朝門，王有2個守門嘅太監，辟探同埋提列，惱恨亞哈隨魯王，想要下手害佢。末底改知道咗呢件事，就話俾以斯帖王后知。以斯帖以末底改嘅名向王報告。呢件事經過查究之後，發現係真嘅，2人就被掛喺木頭上面。呢件事喺王面前記錄喺史籍上面。